台湾有越来越多像安尼哦，归入烘炉的时代，因为有一句话讲 ，You are what you eat， 意思就是对应食的东西，你看得出很用的原因。家乡团人感觉讲唔天心，对未来讲唔可听，係咪也团人呢？唔晓得食的东西係对哪类也有关呢？台湾更加多嘅农民实施啵，除了讲想要本农民有个合理嘅利润，还希望本消费者还个有能力来分辨，晓得是好嘅东西。工作更加多实施呢，也会派农科共同，有请农民团专家学者来团大家分享哦。还个会教大家用来用菜地嘅食材来做出好食空间嘅料理，还会带大家去到山地拜访。都係希望一時多嘅來改變民眾嘅飲食同消費模式，進一步來支持友善土地同環境嘅理念。賣菜時間，你最先考慮嘅係乜嘅呢？它便宜啦，有沒有醬啊？用便宜啊？它有新鮮的啊，看較水啊，較青啊。咁論嘢呢，安全呢，你講有注意到。我们学校有一次订饭包，然后打开饭包，我吃一口就把所有的菜都夹掉。我们的老师就说：“哎，张老師，你不吃蔬菜？”我說：“不吃蔬菜，那菜裡面都有毒，我吃不下去。”長期推動是農教育嘅重會期，2年度農會老師普把妹上課，除了推翻農業健康，60問題嚟到嘅分享，還拿出嚟嘅係透過品味訓練，為教大家用一本安全嘅食材。這一種的比較清脆的這個哈，就是比較柔軟哈，它口感是這樣子。清脆柔軟的，你們覺得是有機？組長那一邊的好像有那個藥水味。哦，有人吃出組長那邊的有藥水味。因為你了下食嘅東西吼，有當問題吼，你咪講靠政府吼講特別嘅食品標籤吼，是做得解決你食嘅問題吼。那你食嘅下是做得分辨講哦，呢隻東西佢係有問題嘅，呢隻東西係好嘅，用佢行為是做得避免呢啲危險。數百妹衝頭係為國人空前把關嘅人，睇過考場咪希望幾多變做重視，推廣空前嘅認識觀念。透過人嘅心菜，越衝認識見面，咪點點啊地高提健康。鍋子裡面加熱的時候，你把醬油倒下去，如果它有一個刺鼻的味道，哎呦，我保證那個一定是化學釀造的哈。主廚當年用菜體食材示範，越出溫梅料理，推下係粗同嫩。放下去，好，利用這個油脂來炒。這種做法哦，在我們這個一個以前老祖宗啊，跟我們講的一個烹調一個重點啊，要記得5個字，叫做原汁化原食。主為28農學學習長做嘅先發覺，家當做下係台灣小農友善土地種出了嘅作物。本都10年雖是買嘢到台灣菜地好食材，下先發覺還有一家當重要嘅教育功能，就係為唔停期嘅排農學堂。無論係講錯，也係料理處方，家裏哪一種方式，成為改變大家嘅認識觀念，老消費模式。他可以直接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可以直接跟小農們就近接觸。對，那他經過接觸，他就可以了解說，他們有花了這麼多的時間跟心力來種植的話，那他們會更珍惜這樣的一個食材，然後會更珍惜台灣這樣的一個土地。就是對食材的那種堅持，我覺得是不完全是為了賣多少錢，那點我覺得是我們台灣最珍貴的東西。每個都會蠻感動，因為每一個都有它背後的一段故事。那你可以看到真正的台灣精神。台灣它這個每個鄉鎮它有它一個獨特的東西啦。那我覺得說可以利用這些在地食材來發展出符合我們的台灣人的飲食文化。今天我們這個桌上的一盤菜，其實它背後有包含了非常多一個辛苦的一些故事啊。你當日都是乜嘅呢？台灣4百讓鄉，你係咪天天嘅唔記得自家嘅飲食文化？食落肚嘅東西，你咁啲到底含咗幾多看唔到嘅危機？從安陽嘅農學堂嚟台灣大咗實習台地多久？上下還會帶領消費者到山地拜訪。消費者唔講是係消費者，集權土地、集權農民，出現飲食農業，未做到環境倫理。